實富咸嘅表現亦都唔係話太過差嘅，咁應該去到呢個時候咧就打咗紀錄啦。咁就係傑斯喺左邊嘅傳中，沙下彈地咧頂入死角。咁喺開波7分鐘嘅時間為曼聯先拔頭籌。咁個波出得好靚咁，而伊恩皮亞斯咧亦都係怪責咧，就係路斯尼亞咧就喺曼聯上邊咧，佢只係望住出波個人。嗱，留意下7號嘅球員咯，嗱佢一路都仲有望嘅，咁但係到最後啊傑斯出波嗰時，佢係完全冇理到後邊斯洛尼沙下，咁結果個波一批亦都批得好靚，死角。咁啊，至於第二個入球咧，就有啲運氣成分啦。咁首先咧就係朗尼喺中間咧去唔到咧，就俾翻咧斯朗拿度。咁啊，斯朗拿度咧見到前無去路之下咧，就好有心機咧，俾翻咧左邊嘅沙下咧，再斬翻嚟中路。皮亞斯救球深切，將個波篤入自己嘅大門。其實個防線好混亂㗎，嗱留意下呢度咧，其實就3個對5個，但係企度嘅人多嘅。咁跟住第一個攝入去咧，其實就當然係朗尼啦。咁擺烏龍嘅伊恩皮亞斯啦。但係其實如果你以當時嘅位置而論啦，第一個阻擋朗尼去攝呢個位嘅人，其實應該係企喺中間嘅基組。跟住呢邊咧就好快開出罰球咧，第一下嘅射門咧俾門將尼美擋出，跟住朗尼跟進咧第一時間嚟射入咗。呢個入球咧其實有啲難度嘅。16分鐘，曼聯領先到3-0。咁斬波嘅時候咧，又再次咧係路斯尼亞咧就喺後邊又走甩咗啦，又係走甩咗嘅。咁跌翻出嚟嘅時候，其實幾個球員啊，傑斯其實喺門前都冇人理嘅。咁所以喺上半場大家睇到啦，富咸其實現時嗰個人腳各樣嗰個嘅球員逐個稱嘅質素咧，其實唔應該係太低嘅。咁但係踢出嚟個分工啊嗰樣嘢就好鬆散嘅。朗尼咧就做一出好戲咧，交俾咧斯朗拿度啦。咁兩位世界盃有啲牙齒人嘅球員咧，就係喺19分鐘嘅時間咧，佢哋互相嘅配合咧，結果由斯朗拿度咧完成咗最後一擊。